伫过年时啊，未少乡亲会去这个公庙拜拜祈福，顺续添油香。彰化市俗称天公庙元清观，正月初七拍开功德箱，讲要清点这添油香的，哇，真正呢，倒甲满四价呢，满桌顶10外志工呢，赶紧就去清点，赶紧算。比方讲，这添油香的估计比去年267万还佫较济。庙方的工作人员将一箱甲一箱的油香钱拢倒出来，桌顶满满拢是红色100块的纸钱。这是彰化市人工天公庙的元清观。春节年假期间，有真侪民众来遮参拜，刷手捐袂少油香钱。今仔日早起，10几个工作人员就开始清点，无用甲双手拢无停过。钱在家爱搁搬水桶内底，庙方原本有4个固定式的功德箱，要搁另外搁加准备过来的移动式阿古里的纸箱。预期讲这几天可能信众会较侪，添油香的刷法较侪，所以咱临时搁摕这个5卡移动式阿古里的摕伫这个桌顶，安尼啊，互民众来方便来添油香。庙方表示，因为过年期间人潮比去年加出5成。各位功德箱拢是纸钱甲银角啊，庙方估计油香钱可能会超过去年元宵节统计的267万。目前来看，应该会比去年还要增加啊。代替管理慈善的市公所人员，则会含正方式、主计式甲当地里长依法完成清点，做完记录，就会请银行签一笔庙事的功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